向他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后代约瑟，不要怕，尽管娶玛利亚做妻子，因为她怀的孕是由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，脱离他们的罪。”今天我们要点的是第三支蜡烛。第三支蜡烛的意义是宣布跟喜乐。第三支蜡烛，这是牧羊人之烛，提醒我们牧羊人听见基督降生的宣言时何其喜乐。预言已经到应验，人们引颈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临，所有热切寻求的人满心欢喜。我们邀请黄家生长老来点烛第三根蜡烛。在以西结书11章19节说：“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起立，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我们敬拜开始前，我们先跟我们左右两边的人说：“很高兴今天早上见到你，高兴今天早上见到你，今天早上见到你，今天早上见到你。”我们要一起用这首很熟悉的歌，我们要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拍手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结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一起再从头来说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同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，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活于苦难中哀伤，因着耶稣投入人生的风浪，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结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我知道今天早上很冷吼，有寒流来，大家都还穿着外套，或者是心都还很冷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温暖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大声的拍手，然后我们要更活泼、更有热情的来敬拜。如果你现在觉得我现在要很努力的来敬拜神，或是我现在要很热情的来敬拜神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外套都脱掉，然后围巾都拿掉，我们要一起大声的来敬拜。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，活在喜
喜乐中欢唱，或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入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结，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我们的掌声，我们感恩的心都化为掌声，我们都献在我们的神的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礼拜天的早晨就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，能够来敬拜你，能够来仰望你。主耶稣，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我们能够与主你面对面，能够听到主耶稣你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也要继续来敬拜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，可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，是我不能测透。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可以往哪里去逃，可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。
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。我们不论是躺卧是行走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不论我们走到地极，或者是走在我们的家中，走在我们所生活的路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的服事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都能够有一颗合一的心，为的就是要来服事主你，为的就是要在我们的家中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成为一家人。主耶稣，我们要一起服事，一同敬拜，一同赞美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向这世界为主发光，好以寻求神国度蓝图，不在乎自己的天生心意，是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子，并且我们各自做肢体，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。我们要各尽其职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恳求主挪去我们不冷不热的心，学习放下自己的心意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，为基督缘故不分彼此，同心合意。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接下来是奉献，但是我们要跟大家特别，今天是我们的那个
退休传教师的那个奉献主日。那你们在周报上面，你们会有看到这个信封袋。好，那我们真的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退休的牧者。好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成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成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一年的看顾我们平安喜乐，感谢你供应我们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，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做光做盐，都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的人，成为人的祝福。我们这时要奉献我们的金钱。时间才能成为主所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本周的金句哦，大家一起开口来念2次哦。好，来，他也是赐恩赐给人的那一位。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，有些人做先知，有些人传福音，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，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，建立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2节，再一次来，请。他也是赐恩赐给人的那一位，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，有些人做先知，有些人传福音，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，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，建立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一起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。好。我们来报告。那我们今天我刚刚有跟大家说了哈，今天的主日是代降节的第3主日，同时也是什么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。那特别感谢我们的前主任牧师谁？郑正仁牧师前来跟我们分享，跟正道牧师好，牧师娘好。好，请兄姐继续关心哈，来代祷并奉献哦哈。好，第二个。好，我们本会，我们迦南教会要招聘，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有特别在我们的周报有登出哈，我们要招聘3个人，三个服事人员，应该是工作人员哈。第一个是协会总干事，第二个是社区关怀据点的专职人员，再来是一个社区干事哦哈。那如果弟兄姐妹有推荐的，或你自己也很有意愿的哦哈，那麻烦请自备履历，然后直接交给陈牧师。好，再来下个礼拜是几月几号？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我们今天有很多12月22号要报告的事情哦哈，因为我们是圣诞赞美礼拜，所以呢，圣诞节是整个月份是谁的生日？
耶稣的生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象征一个意义哦。所以我们就在12月22号圣诞赞美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有邀请1岁以内的小新生儿，我们要为他特别做祝福祷告哦。现在已经有5、6个人已经报名了。那如果还有小组的孙子啦，或者是小孩子还没有报名的，欢迎你来报名，好不好？帮他们报名哦哈。那我们的报名要在12月19号，就是礼拜4，要向干事登记，因为我们会在周报上面写出他的名字来哦哈。好哦。好，今天这是我们区的哈。好，我们把这时间交给牧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有2位小朋友，他们第一次来到教会啊，来参加礼拜。好，那这2个帅哥呢，一个是允泽，一个是义恩啊。好，那他的允泽的爸爸妈妈是维杰还有张平，好，请他们来到台前。然后呢，义恩的爸爸妈妈是凯杰和以琴哦。好，那凯杰今天不在，好，那以琴啊，那个义恩的阿嬷有在哦，那也请义恩的阿嬷，好，淑君姐也可以一起来上台。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这2位宝贝哦。哎，好，义恩，好，有没有在后？哦，来了，在后面。好，阿嬷也一起上来，好，阿嬷也一起上来。好，这个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哦，不要就要阻挡他们，因为到神国里的人，正是像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你好，嗨，你一直看我好认真。好，这个笑了嘞，他还会笑。好对。对，然后这里还有阿嬷那阿公阿嬷也来好，这里好多那个阿公马贝来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呢这个。看见呢，在天国里面啊，就是要回转向小孩子。好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世界当中呢，好受到了很多的搅扰。好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活出上帝所喜悦样子，活出上帝的形象。但是每个生命都是从神而来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神所最喜悦、好最纯净的生命。好，那小孩子也需要有父母亲来照顾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特别为着。允泽的父母亲是维杰和张平，义恩的爸爸妈妈是凯杰杰凯和以琴啊，好，要为他们来祷告，好，来求上帝来祝福他们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，好，来为这2位小朋友，好，为他们来献上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您赐下宝贵的新生命在维杰、张平，在杰凯、以琴这2位夫妻他们的家庭当中，也感谢你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，还有蒙恩的家庭，能够在教会当中，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来成长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在允泽的身上，在义恩的身上，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领受圣灵被圣灵所充满，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，也能够得到神和人的喜爱，让他们身心都能够健壮和蒙福，也保守他们的一生都能够在上帝的道路当中，在上帝的家中成长，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重用的器皿。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在这边一起举手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也献上我们的赞美，也献上我们的祝福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好，阿公出现了，阿公阿嬷出现。阿们这里有2个红包哈，好，我们要来教会要送给新生儿，一个是给允泽，好，上帝祝福你。好，义恩，你很有精神啊，睡得很饱啊，上帝祝福。好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次拍手来恭喜，来祝福。好，请回座。谢谢牧师哈。好，下一个，明年度的第一次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我们的圣礼点的时间是几月？你们知道吗？一年里面，就是1357单数月的第1个礼拜。好，要记起来哈。所以明年度的第一次的圣礼点是几月几号？记起来哈，1月5号哦哈。那所以有要受洗的，或转会籍的，或者是信仰告白的，请都在12月22日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，不要直接向干事，就直接跟区组长报名哈。好，再来12月22号就下礼拜的报告哦。我们是下礼拜在哪里举行？在这里有没有？
49号有没有？没有哦，哈，所以请直接到妇女馆，10点就要举行了，所以大家几点以前要到？10点以前哦，不要10点后我们开始了，陆续来，因为妇女馆的灯光会比较暗一点，要留意哈，请大家10点以前一定要到妇女馆哦哈。那我们的那个它的那个开车的位置啊，那个停车位也是非常有限，好，所以大家尽量早一点到妇女馆哦哈。好，那我们的赞美礼拜就是在这边，又是一个宣传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明年是我们迦南教会几周年？公开躲下来几周年？不简单呢，60岁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做60周年的纪念册哦。所以每一个纪念册里面都需要有全家福的照片。全家福，子子孙孙都一起来的全家福，所以呢，教会有体贴到我们哦，就希望漂漂亮亮的那个照片哦，所以我们有定2个时间，大家请注意，第一个时间就是下主日12月22号，我们要在8点半到10点的时间，我们会在妇女馆，可能是比较我们还会在妇女馆的地方哈，我们请立煌兄要来帮我们做拍照，所以他会找一个特定的地点，那到时候会跟大家说。第2个时间就是明年的过年，1月29号就是大年初1。我们新村有很多从南部、从外国回来的你的子女们哈，所以我们也定在这一天，要在49号2楼礼拜堂要做全家福的照片。有这2个时段，请大家踊跃报名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哪里报名呢？49号的那个1楼登记哦哈，那7家带券好不好？让60周年的纪念册有你们全家的照片哈。好，再来21号就是礼拜6，圣诞老公公游街活动哦哈。我们当日是1点在2楼礼拜堂集合练唱，因为我们要报佳音，所以请兄姐到1楼的地方哈准备哦，要报名，这个要报名哦，不是你那天来就要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准备什么？你们看不到吗？要准备餐点呐，哈，哎，呼应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这就是历年来我们的圣诞老公公的照片哦，哈。好，再来，好，这是总务部的报告。今天1点在702教室要召开年度第4次的部会。好，接着这个奉献的有关奉献的关系，如果我们要拿2024年的年度的这个奉献证明，请要开立2024年的这个哈，请大家注意，如果你是刷卡或是划拨或 Line Pay， 我们的时间是到几日？就是下个礼拜天哦。那如果现金或银行转账，我们是到今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号，请大家留意哦，这是财务部的报告。好，社区的讲座，礼拜3我们是断舍离哦，这很重要，我真的觉得断舍离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哦。好，我们是请刘雅涵，是不是？刘雅涵老师，好，我们明天有牧区长及区长的协调会哦，哈，这是今年度等于是第一次，2025年第一次的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在明天要举行，我们在501教室，请牧区长跟区长踊跃出席哦，哈。好，那这个是泰雅尔宗会，在上礼拜我们有报告，他们要筹备建堂的经费，所以我们有义卖老姜跟部落的果酱，还有香菇，请会有到1楼的地方做登记，到今天为止哦，哈。好，来这个很重要，又是在讲12月22号圣诞礼拜在哪里？那既然在妇女馆，我们教会又不开放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到教会来集合，直接就到妇女馆去，好不好？不然你会敲门敲不到门，所有的同工全部都到妇女馆去服侍了。好，以上来宾介绍哦，哈，来有一个第一次进来教会的是赵琼昭。哦，好，欢迎你哦。他是我们从德福来的据点来的哈，今天第一次来礼拜堂哈，欢迎你哦，继续来参加礼拜哦哈。还有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当中的哦哈，来，请介绍，请站起来。对，请问你的大名？有照片哦，好，古佩文，对，欢迎你回家，好，欢迎你回家，好，欢迎哦哈，好，请坐，我们招待的麻烦哈，好 ，OK。还有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。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神的话语，大声的来开口念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
他也是赐恩赐给人的那一位。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，有些人做先知，有些人传福音，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，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他工作，建立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最后，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我们将长大成熟，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像小孩子中了人所编造巧妙的诡计，随着各样学风飘来飘去。相反地，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，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。他是头，整个身体都依靠他，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。这样，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，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，建立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请真正的牧师的我们的前主任牧师，他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装备上帝的子民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牧师请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主日，我们仍然有福气来敬拜你。今天又是待降第3主日，就像当时天使向所牧养的人来宣告这个信息，他们就怀着喜乐的心去见耶稣，所以我们也一样。我们接收到的所宣布的事实，又能够有喜悦的心，要期待主耶稣的降临。今天也是总会所定的为退休传教师的奉献主日。我们为了这些牧者他们过去的侍奉献上感恩，祈求主在他们退休的时候也能够眷顾他们。我们也在这方面能够有我们的奉献的一部分的力量来帮助他们。求主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陈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。退休之后，这是第2次在这个地方哈。前一次是我们在牧师的艰险的时候，在3月23日，在中树主日的时候。那今天呢，受总会的指派，能够来为了我们的奉献主日来敬拜。那今天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来看总会所拍摄的这个影片，在传扬有关这个退休牧师，我们有一个组织叫传福会在关心他们的所有的事情。好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大家对伫退休传教士主日的付出。过去1年中间，阮游园照安尼来努力甲打拼。同款今年，搁一届来拜托各位牧长、主内兄弟姊妹，三甲来关心退休传教士因的生活以及种种因的需要。阮相信。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有得到伊满满的恩典。那么通过耶稣基督的仆人，
就是咱种牧长一世人的付出牧养，互咱种羊群得到伊满满的恩典。无论是伫生活、伫灵性的培育方面，因拢尽因一生的快乐来诚侪咱的利益甲帮助。当因退休的时阵，需要最多的关顾。平安基金会为唤起信徒实际加强对退休传教士夫妇的关怀，以实际捐款来协助其退休生活。平安基金会透过每年12月第3主日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师退休奉献主日，请各宗会、族群区会及教会协助劝募。在这个中间，咱有不断实施爱的和平恶意，来特别关怀安养牧者的子女。也有些人爱慕之友，将陷入困境的在职甲退休牧者夫妇来专心关顾，特别特别成立急难救助，伫教会内有拄到急难的家庭，也常时会通来关心因。伫圣经路加10章第50讲，将平安带到这个家，带到每一个所在。同款，咱也毋忘通过种牧长兄姐，咱三甲来关心咱遮的退休的牧师，互因伫因一生的日子中间，有愿继续得到较好的关顾。过去日子，阮真努力打拼，是因为大家三甲努力三甲来扶持。我相信伫未来的日子中间，阮有愿要继续做较美好的牧师，伫遮退休的牧长的成就，愿咱大家继续来支持阮，互阮三甲有份伫这项事工中间。愿耶稣基督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，祝福咱平安。多谢。好，谢谢。刚才这个荧幕上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你们可能不认识的人哈。一个是我们在第二任的牧师哈，陈道雄牧师有在里面，还有我也在里面过哈。那个镜头是讲到，因为我们是传道会的主委，那陈道雄牧师那时候是总会的议长啊，所以也之间有这个联系在。那传福会呢，他后来扩大成为平安基金会，平安基金会成为一个政府承认的一个单位啊，一个基金会，所以他必须从那边去报税。然后传福会呢是实际上在关心着退休牧者的哈。那我们的这是1991年的开始的，在那之前的时候呢，退休的牧者其实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哈，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，以前的牧者大部分都没有在外面工作过，他们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就直接去读神学院。所以他们有时候是没有一技之长，有时候也没有特别的这个积蓄在，所以退休之后他们的生活常常成为这个问题在。所以我们总会就有经过戴秋云，刚才有看见他戴秋云长老哈，他就成立了一个传福会，传福会里面就开始制定了长老会牧者的退休制度。所以我们在长老会的牧者，在我们台湾的这几个教派中间，是属于比较退休制度比较完整的哦，所以有这些退休的制度在帮助着他们。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劳保哈，所以有这些办法。后来我们被允许参加了劳保，所以参加劳保又另外有劳保的这个的眷顾在哈，所以但是我们的人呢越来越多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被退休要照顾的是147户，然后203人，后来到现在已经有681户，1026人，这些人都必须要安养哦。所谓安养就是每个月固定给他多少钱。夫妇的话，从以前是1万元，然后到现在只剩下5000元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消费比较少，而是因为我们的费用比较少了，所以只好用减少的方式哈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
在这方面能够帮助他们。我们另外成立，这个是有关他的安养金，每个月固定要给的。那万一他又有这个身体出现的问题，或是有其他灾祸发生，比如说车祸等等这些时候呢，怎么办呢？也不能从这个地方支出，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爱慕之友。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奉献袋里面就有一个爱慕之友，还有一个是传福会的哈。那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奉献，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。那我本身也是已经退休的哈，所以用退休的时候要讲这个，要在退休主日的时候，奉献主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到底为什么牧者呢需要特别要为他们来奉献哈，来关心哈？一方面，当然我们感谢他们过去的这些对教会里面的帮助等等这些方面，但是是不是他所做的有功效？是有没有做到？到底做到什么？是我们自己了解吗？然后他做的时候有功效，应该显示在我们所有的会友身上啊。那我们会友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？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。所以有人先提到说，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啊，不是从我们自己口头在讲而已哈。圣经中所提到的牧师，他的使命到底是如何？刚刚我们看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哈，所以我先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译本呢。有人手上是拿和合本的，那和合本又有和合本的和修订版，那有人是拿到和合本的2010。然后现在中文译本有2019，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。那我以前曾经代表圣经公会的时候，也曾经讲过，跟大家解释说，圣经只有一本，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翻译呢？那当然，第一个是因为要让大家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去看的话，你会更了解。但同样的语言又有不同的版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们圣经的翻译有2种方式，一种叫形式对等。叫 formal correspondence， 就是你原文有什么字，我就要翻什么字出来，只不过将它排列的比较清楚一点，我们也要能够了解。那因为外国的语言跟我们的语言的文法不太一样，所以有时候翻译起来常常会蛮绕口的，不能看得很清楚。那就是和合本就是这样子翻译的，完全是照原文有什么字我就有什么字。那后来有一个理论呢出来，就是说圣经应该让它把它的意义翻出来比较重要。比把你原文翻出来，只要你对意义了解清楚，然后意义翻出来更重要。他们叫做 functional equivalent， 就是意义相符、功能相等的方式。我们简单讲就是意义，把它意思翻译出来。现在中文译本就是用意义的方式哈。所以我们奉献你们第一次看圣经的，你要觉得和合本看的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了，请你看现在中文译本，那你就可以很容易了解。那在这几个版本中间呢，我们有发现到这个牧师这个词呢，并没有每一个版本都出现哈，它只有在新标点和合本、在现代中文译本、现代客语，还有巴克莱台语这几本里面才有发现到有牧师这个词哈。其他的版本呢，都是用牧者或是牧羊的。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话呢，这是有讲到牧师啊。那这个词呢，在新约里面呢，它原来的希腊文是念成 poimen 啊 ，poimen。那这个词总共有出现18次，18次里面呢只有1次用牧师，其他的17次呢都是讲牧羊人、牧羊的人等等这些哦。所以很显然，这个词是跟牧羊去照顾羊，那个牧者去照顾顾羊那讲啊。牧羊人啊，牧羊人他去在看羊的那个样子的方式，牧师用那个方式在照顾的我们会友哈。那因为在刚才所看的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人，所以他不能讲牧羊人啊，还是讲他就是讲牧师哈有人，但是在其他版本呢，有可能是翻译成了牧者或是牧羊者哈。那这是圣经上面所讲的哈。有关牧师提到这一词唯一的地方哈，那我们到底他怎样子的付出，以及我们的回应，我们的理解应该是什么？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。在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时候，这边告诉说，主为了建立这个教会呢，他赏赐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侍奉哦。我们看这边有3个版本的圣经哦。
第一个版本呢是台语啊，就是2021定稿的哈。伊所属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养的、甲教导的，所以他牧师这边是翻译成牧养的哈，牧养的哈。那下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的，2010年定稿的哈。他所示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者和教师，他也没有翻译牧师啊，是用牧者哈。然后今天我们所看的，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哈。它的最新版本是2019的时候做最后的一个修订哦，它也是施恩赐给人那一位，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，有些人做先知，有些人传福音，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啊，所以这边是牧师所出现的，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哈。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前面在讲以弗所书，它的主题是讲合一啦，教会的合一，所以很感谢刚才我们的这个敬拜团他唱的歌，就是刚好是合一哈，教会中间应该有一个合一。为了要让这个教会有一个合一，必须有很多的教导，还有传扬上帝的旨意等等这些时候呢，他试了这个5个不同的职分的人，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。那这几个5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来看，第一个是使徒。使徒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就是说是领受使命、做主所托之事的人哈。其实它有狭义跟广义的差别哈。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使徒应该是，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所以我的卷舌通常没有卷舌哈，请你们听得懂哈。使命呢，这个使徒里面他通常是领受上帝的使命，然后去做上帝所托付的事情。那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？我们所知道圣经里面应该12个使徒了，然后里面有犹大他自杀之后就选了另外一个来凑齐12个使徒哈。那以后就很少看到使徒，只有一个保罗也被称为使徒，后面就没有再讲起使徒，都是讲上帝的耶稣的门徒啦、学生啦等等这样。那为什么现在有人在讲使徒呢？离现在耶稣时代已经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会有呢？那原来就是因为他们用广义来解释啊，狭义的意思有几个定义。第一个定义是说，他是耶稣当面所教导的，那12使徒当然是这样。但是耶稣当面教导有很多，对，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他跟耶稣一起在生活的，常常生活在一起的。所以只有教导以后，还会有很多身体上身形行出来的等等，或是有其他讲的，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有教导的。这是第二个。就是跟耶稣有在一起生活。第三个，他们见证到耶稣死了之后复活的，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，又为他做见证的这个人，这3个条件合起来，就是我们所知道狭义的使徒啊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后面根本现在已经没有使徒才对啊。但现在为什么有广义的使徒呢？他就认为说，我只要是领受上帝的使命，然后去传扬福音，我就是那个使徒啊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使徒你不能高级到跟狭义的使徒一样啊。我曾经到这个灵粮堂里面去上他们的一个课，有一个外国来的牧师一上台就讲说，我是使徒，所以你们这些牧者全部要听我的话。我不知道。我是看到我们几个认识人就差点跌倒一样哈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？但你又不能说他不是使徒，但是这显然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狭义的那个使徒哈，他只能是说我有领受一些使命，我来教导大家。他不是他叫我们都要听他的话，因为他是使徒一样啊。所以必须了解使徒其实有2个定义，一个是广义跟狭义的。我们现在通常我还是建议我们都是把使徒当成用广义、用狭义来解释哈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使徒才对哈。他有没有其他的人？有啊，他还是传扬福音的啊，或者是先知啊。那先知更有一点混淆着。先知是因为他怎样？他听到从上帝来的启示，或者是亲自听到声音，或者是默示给他，或是另外有什么方式让他去了解，然后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他叫做先知道嘛，叫先知。我们教会刚好在圣经共读里面看过耶利米书，耶利米是上帝常常将话语给他的，亲自给他的，然后要他去告诉百姓怎样，但是他讲出来都是百姓不喜欢听的。
另外有一些圣经也讲说他是先知，然后讲一些百姓们所喜欢的。耶利米说我们将要被毁灭，将要上帝要惩罚。他说没有，上帝讲没有，我就是上帝要制服在我们等等这些啊。那百姓们当然喜欢听这些好话，不喜欢听那个，但是他们也叫先知啊。所以现在到底有没有先知？要是让我来讲的话，现在是没有先知才对，因为上帝已经将怎样他的话语、他的心愿、他的意思都摆在圣经里面，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了。你不一定要听他讲，而且，但是有没有先知呢？这是我认为。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查验？有，你听他所讲的有没有实现，就知道他是不是真假先知。但是那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不是当场你并没有办法了解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下来就知道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去判断啊。好，第三个是传扬福音的哈，这个他只负责传扬福音，他不一定有关顾等等。所以有人说这些大概是布道师啊哈，布道家哈，布道家哈。然后他只讲完，然后就没有继续在教会里面继续关顾。第三个就是牧者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牧师啊，他必须牧羊，而且要关顾教师，关顾会友。教师呢，就是教导会友。这就是耶稣也在保罗写给以弗所书说，主为了要让教会得到建立，他有这不同的恩赐给这5种人，然后他们去做了什么事情，让教会得到了建造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牧师是哪几样呢？我们现在牧师是属于哪几个？其实我们牧师怎样，以及身兼上所有的角色的，所以我们对牧师要爱惜一点啊。以前是5个人在做的，现在是1个人在做啊，所以显然是他有很多必须要付出很多的。我们有没有关心到我们陈牧师的头发现在越来越少了？我刚刚问他哈，他说就是来之后才这样子。显然我们给他很多的负担在哈。不过我们会有关系，他说现在又慢慢长出来的，感谢主哈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角色在哈。那这几个角色在要做到怎样的程度呢？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已经讲到这样哈。这是我讲说是牧者的任务，就是要装备圣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用的是和合本哦。我忘了说你们都是用现代中文译本了，所以刚好你们可以对照了哈。装备牧师教会了，牧师呢，他只要装备我们圣徒做什么事情呢？做侍奉的事情。这侍奉事情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使教会的得到建立起来。这些牧者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呢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常常会做很多事情，他必须要教导，还有解惑。还有职前训练、在职训练，职前训练跟在职训练跟我们的信仰不一定有关系，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建立，不希望他希望有一次序在，不希望它混乱，所以一定会有职前训练、在职训练等等这些。教会我们最近陈牧师来之后有这个圣经共读，那就是在这一部分。每个礼拜天我们讲牧师在这边讲到，通常都是一段圣经而已。它前文后文呢，我们刚刚也看不到啊，所以你听到只是听到这一段，但其实圣经是整本。以前有没有章节啊？以前没有章节，圣经是一直连下去的，而且旧约里面是从右边写到左边，希伯来文都是写子音，还没有母音呢。哪时候截止的时候，一个大的子音出来，那这一场好长哦，到底哪时候要去断呢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啊。他们犹太人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但后来人觉得说这样我们读起来一定是很困难，所以干脆就把它分解，要讲哪一段的时候讲第几章第几节。以前是连章也没有，连节也没有，所以比较严谨的牧师希望你念圣经的时候都不要讲第几章第几节哈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要，那我们再看听得懂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要去教导他。那我们每次在礼拜的时候都是很少的时间，但是陈牧师在早上在用共读的时候，他可以一段一段，整段今天讲第1章，继续往下一直这样说，先有而且每次要开始的时候重复再讲一下前面提到的重点，其实是为了要让你对这些圣经能够进一步了解，这是在教导。同时中间就会讲到一些解惑的地方哈。
那我们教会呢，很多的侍奉呢，都有职前训练，例如说要放映的人啊，例如说要管音响的啦，我们要敬拜赞美啦、招待啦，这些都是讲，都是有职前训练啊，甚至还要在职训练，为了让它有次序，就我们敬拜才会成为一个这样，成为一个馨香之祭，然后上帝才会喜悦哈，这是这样。最后就是装备我们，然后做好侍奉的工作，最后怎样建立教会，让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第一个任务。第二个任务呢？使众人在信仰上呢同归于一，认识耶稣，得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。这边告诉我们怎样，我们要长大成人。有人很简单，他相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就认为说，OK， 我这样就够了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我就会得救啊，信耶稣就得救，这句话对不对？你也不敢说对，也不敢说不对，他当然是对啊，但是我们的字眼里没有将他的重意讲出来，要不断的信耶稣，你就不断的被得救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他的原来的有时态来讲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不断的，不是我信了耶稣我就得救了，再来我就不用连礼拜也不用，我不用再继续上课，因为我信耶稣了我就得救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，我们教会就有这样子的人啊。我在教会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一个弟兄，他很久没有来，我就去拜访他。你怎么最近都没有来？他说我已经不要，我已经信耶稣就好，我已经得救了。我说真的吗？我说圣经里面的教导你有没有看过？你要常常要就近，要守主日，要怎样等等这些讲。他说不用了，因为圣经告诉我说，你一得救了，上帝就会爱护你，也不会惩罚你。我说你的圣经读到哪里去了？他就是认为是这样啊，他认为我一信了耶稣就得救了，不对，你有没有继续长大成人？还给你一个目标，达到基督完全成长的身量。假定这样，你说这样耶稣根本就不需要，他10几岁他就可以跟教师去辩论了，他根本不用再继续这样，但是他常常要推到幕后去，要去祷告啊。要再跟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再重新领取力量等等，还有圣灵帮助他等等这些，给我们一个榜样。耶稣也继续一直在怎样，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间，持续的跟父连结在一起。我们的信仰要一致，不是只有耶稣这个是共同，其他都没有关系的。那我问你们，像这告诉我们说的，你必须要透过读经、查经、灵修，你继续一直在知道。圣经有这么厚一本啊，我们大概都只有看新约，然后只看比较喜欢的那几个福音书还是这样而已，其他还有很多哎，这都是上帝所默示的。理论上就是会成为你的帮助。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帮助？因为你已经不再听见上帝的话，也没有一个从梦中有上帝跟你启示，或是有声音直接跟你讲，或是怎样，没有，你完全不知道。但是你有没有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知道什么事情是上帝喜欢的，什么是上帝不喜欢的？你恐怕讲得出来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讲出全部的出来，而且你讲的大概是你自己了解的。你唯一有的方法就是讲从圣经把它读熟，就知道上帝的心意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读经、查经，然后灵修，你才有办法这样对上帝的心意越了解，然后越来越了解以后，就长大成人，最后达到完成基督的这个程度哈。我刚刚有讲到说，我们教会已经有共读啊，我教会里面，我们周报里面都有讲哦，他大概是这个礼拜我们共读平均多少人？我看起来都是50几人到60人，你觉得这样够吗？在很多教会里面讲，哇，足赞的呀！我们教会不7、80人，你们有50、60人都在看圣经，太好了。你看看我们的周报，上个礼拜我们总共礼拜的人数531个人。扣掉主日学那些不是成人的啊，扣掉60位人，481个人，我们一半也有240个人才对啊，20% 也有接近
接近100人才对啊，我们连20% 都做不到，都没有这样子认真的去追求，你觉得满意吗？显然是不够满意嘛。牧者希望能做到怎样？大家在信仰上同归于一，然后就认识耶稣，长大成人，达到怎样？达到基督完全成长的身量。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去检讨的部分。然后在第3要怎样？我们不再做小孩，中了人家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啊，被一切邪说之风动摇，飘来飘去。你觉得人家跟你讲另外一个跟信仰有关系的话，你能够辨别它是对是错吗？基督徒广义上来讲的话，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，占世界的1/3，有66亿个，也就是22亿的人，他是基督徒。所以每天根据统计，每天都有新的宗教出现。所以新的宗教，他必须讲他的学说出来，然后就引诱一些人能够相信他。你觉得他要找谁？他当然找基督徒啊，随便找3个就有1个是基督徒啊，然后就可以跟他开始讲。第一个要讲话是讲，你读圣经，我也读圣经呢，就开始背了一大堆圣经给你听，你就开始感到很惭愧了，因为他会背，我们不会背，所以接下来他讲什么，你大概就相信了。我们很容易是陷入像这种苦境哦。你们有没有碰过有2个外国人，然后来就跟你讲，来骑脚踏车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他跟你讲，他也是相信圣经的啊，你能够相信他吗？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基督教？你们中间认为是如何？他用的圣经外面也是写圣经，但是他不是圣经公会出版的。它是守望台出版的，它里面90%几都跟我们一样，但是就是有几个地方不太一样。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他认为真正的神只有耶和华而已，圣灵跟耶稣是次等的神，所以他要为这件事情做见证，所以叫做耶和华见证人。他说：“我们讲3一的神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是3一？3就是3，一就是1，3怎么变成1？ 1怎么变成3？所以他不承认3一的神，他只承认一个唯一的神，就是耶和华见证。你说他是我们基督教吗？真正是基督教人都认为他是异端，是不是异端呢？这是第一个很容易可以辨别的地方。你有没有相信3一的神？不相信3一的神，根本就不用谈了。它就是我们现在传统里面的基督教里面认为是异端的部分，听起来好像这以后你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啊，我就可以问这样就好了。其实这样还不一定是有人就讲圣经引用圣经马太福音24章27节，说闪电这样出现，就从东边出现，像闪电就出现，人子的再临也要像这样子，所以就有一个教派出来的，我叫东方闪电教，因为你从东边嘛，马太福音24章27节里面有空就去看一下，闪电从东边出现，人子再临也像他这样一样，所以他说那个人已经出现了。以前的基督是男的，现在基督是女的，而且东边呢是哪里？东边就是中国，所以这个人从中国出来，叫东方闪电教。他其实现在已经大部分的人都基督徒都知道，但是还有很多人不太清楚，因为已经好几年了。他1992年就开始来了而在大本营是在桃园呢，所以我这样讲一讲，你说怎么会相信呢？他接下来他说什么？所以新的基督来了，这个基督还是女的姓邓，还有一个姓邓。他说新的基督来，所以这一本旧基督所写的不要看。要看着新基督所写的，他出了很多书，然后就让你去看到。你能相信他吗？大家都说不会相信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有牧者也有长老，他们相信，而且还不少人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会不会听从那些诡计的中了人的诡计，告诉你一些这些东西，你能够相信吗？你要是不能够明白的话，你就会有这些问题存在那法轮功你们听过吗？法轮功也是很多，对不对？法轮功是一个宗教，它起先是用我们的
运动对身体的健康、默想、做静坐怎样，那达到对身体有帮助。但是运动的话，后来变成一种宗教行动去，所以在中国就禁止他说你是异端。其实中国根本就没有信仰。他为什么讲他是异端？因为他人很多，而且聚集起来就是一个力量。中国就是怕这个力量，所以就禁止他了。这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或者是有人讲说，甚至讲做瑜伽到底可不可以？瑜伽理论上来讲，当初的瑜伽是怎样？是拜太阳神的姿势，他所放的音乐都是那种音乐，他的姿势做起来就是在拜太阳神。所以你不知道，有时候瑜伽很好啊，对身体运动很好啊，就不知道就去做了。要是说我是那一位太阳神，我在下面看你在做人，你大概是我的门徒吧，就把你收起来了啦。有可能是像类似这样，但是后来有人觉得不对，这身体运动也很好啊。其实运动有很多种方法，包括气功好不好？大家觉得气功很好啊，打坐很好啊。气功教你要从有意识进到无意识，然后放空自己，然后就让他这个是那种情境之下，然后最后开始你想说，我心中有一个气，这个气你就开始要带他从哪边走到哪边，这样最后还可以按摩自己的内脏，然后得到帮助。有没有人这样做？有，而且有帮助。有，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人从有意识进到无意识中间会有一段是完全无法控制的阶段，这是科学的告诉我们的。但一段时间很容易有邪灵侵入，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做气功有很多人出来做见证，他到后来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那一股气，所以最后就做出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出来。很多东西都是靠你的运动吸引了你，但是中间它成为一种宗教。宗教以后就开始走入一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方式，你们能够理解吗？你不要再像小孩子被中人家的诡计啊，飘来飘去的哈。这是牧者应该要这样去告诉大家的了解，所以我们常常教导的时候要讲从浅至深的课程教导。陈牧师也开了一些课啊，这是有12堂课啊。我发现到我们去参加的人并不多，因为他有可能讲说是小组长吧，或是长子们。其实这是应该所有的会友里面都应该认真的去领受哈。我们遇到有邪说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去澄清，然后去异端去告知啊。刚才讲的东方闪电呢，我们一开始只讲说它是异端，异端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，然后它曲解了我们曲解了我们的教义部分。但后来呢，经过人家的研究之后，已经不把东方闪电当作异端，就说它是邪教，更可怕的就对了。所以等于大家要小心了。我曾以前解释过，他怎么样子迁到教会里面。他来的人都是这样非常认真礼拜的人，一进来就觉得非常的虔诚，讲起话来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语，然后就一开始都没有什么动作，开始认真的观察我们教会中间哪些弟兄姐妹，他家庭有这样有婚姻的问题，他有经济上的问题，他有这个父子的问题等等这些，然后就开始表示他的对你的愿意帮助你等等这些，然后最后你就陷入到那种困境里面，这要非常的小心哈。然后再来呢，牧者也希望说，最后还要达到怎样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各方面向基督长进，向着基督长进，来联谊元首基督。这一点我们大概是很容易可以做到，或是很能够了解。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是过度的应用它哦。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然后告诉他，那个人就很伤心。他说：“你不要伤心了，这是我用爱心跟你讲诚实话啊。”他讲的话有恐怕是真的，但是他有爱心吗？有爱心应该用诚恳的话，应该用婉转的话去告诉他事实是怎样，让那个人可以得到帮助，得到领受。就像大卫他不是犯了罪吗？跟这个拔示巴奸淫之后呢，然后就开始的时候，隔天那个拿单去告诉他的时候，拿单是怎么告诉他的？拿单讲一个故事，哇！大卫听了这个人太可恶了。拿单说：“那个就是你。”所以
他就马上了解到啊，原来是我做的这件事情。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告诉他哦？你必须要用爱心去说什么？是基于爱心为出发点，是讲真实的话，用诚恳的态度等等这些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连结在我们的基督里面。然后再来是最后一个是怎样？要互相这个必须这个是进到说，你觉得我们同样都是基督徒，同样都是我们的会友，别人讲的话，你要不要去思考？这个到底可以信吗？要有这种问题出现的话，我们就这一条就没有过了，因为你一定会这样讲，表示说他讲的不是真的事情，有虚假在，所以你开始会烦恼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有不虚假，很诚实，讲的话都很诚恳，然后让人家听了也不会扎心，但是他可以得到帮助哈。我们的分享也是一样哈，这都是牧者希望能够去达到的。最后一个是讲全身都能够紧凑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，使身体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去关心的其他的人，所以我们常常教会都会有小组的关怀，有救助，有探访这样哦。教会里面要是我们会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牧师不一定能够知道，但是我们跟他在一起的小组会就知道，所以我们就通报，然后大家就能够理解哈。这样的话，然后救助的话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制度是急难救助啊。所以急难救助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是穷的话，我就帮助你。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穷，只是穷的定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？但是穷过头，它就变成急难呐。所以当时我们常常在思考急难救助的定义是什么。那个小组就要讨论，他这现在是属于急难要救助呢，还是只是贫穷要救助？但是显然是不要告诉我们说，你还是要关心到彼此互相的支持。这个是牧者希望去达到的。所以这样之后，整个教会才收到，每一个人才收到装备好，又做了适当的服侍之后，教会长的身体，耶稣基督的身体呢，就被建立起来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他有做到呢？所以必须要评价。我用什么方法来做呢？我们用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牧者，他有对自己做牧者的评价，是他写给提摩太的，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那边讲说怎样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他向提摩太讲说，他年纪已经大了，他大概要回到主那边去的，他就讲了这一段话。然后后面讲说，应该有一个法官在等着我，因为我已经做到该做的。这几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他的仗，这仗的原文意思讲是一种征战，是一种竞赛，还有一种奋斗。这原来是告诉我们说，牧者他有没有用正确的教导，然后使信徒能够去面对征战、面对试探、面对诱惑、面对攻击、污蔑、谎言、虚假等等这些呢？我们在信仰上大概比较容易达到，但我要提出挑战。我们特别是台湾在做选举的时候，到处都是谎言，一大堆。你能够判断出来吗？或是现在在哪一个案子在审的案子里面，明明就证据这么清楚，还是有那么多人能够相信其他的，为什么呢？你是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呢？还是你真的是被蒙骗的呢？你到底应该是如何？信仰上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说，这到底是不是？其他的事情要是有证据出来，你应该也能够了解为什么还会相信呢？显然是我们并没有达到这边所讲的。牧者教我们说，我们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我们有打过吗？我们有真的有碰到这些征战、试探啊、诱惑啊这些，我都能够去选择正确的地方吗？或者是说，这个路程该走的路呢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这个当跑的路呢，他原来是讲说，我该是一个整个的路程，我不是说一点而已。该做这件事情的没有，这整个路程从我开始在走，然后一直到要回天家之前呢，这是他的整个赛程跟整个过程。我是不是已经怎样跑尽了？
就是整个这样完成它的。这是告诉我们说的，一直要陪伴到长大成人，这是整个的过程哦。整个过程跟这个也告诉我们的坚持哦，非常的重要哦。第三个是说，该信的道，就是你的信心啊，你的信仰啊，你的信使部分是怎样？你有没有去已经坚守住了，已经守住了？有没有刚才所讲的那些什么假预言啊、谬论啊，还有这些邪说呢？你到底能不能去面对着它？这个是保罗他对他自己的在做的传讲福音里面呢，他所做的评价。我们知道保罗他总共有3次海外宣教，到现在的土耳其去。以前要说他从他的大树，就是在土耳其的东南角的地方，从那个地方要去传扬福音，不像现在那么简单，可以坐飞机，可以开汽车，可以干什么？他不是走路就是坐马车而已，那个路多远啊！从一个台湾叫你坐马车，从台北直到高雄，你就不知道坐几天啊。那个比我们多长的时候，但是他每周第一次玩回来没有几天，他就赶快又要去那个地方，因为他心怀着要如何兼顾那些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可以看到他真的是讲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还有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保罗他对他自己的。我们回来想说，牧者做了这些事情，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牧者也真正做到是这样，有可能不是100%，但是也在努力过这些事情。我们回来想说，我们信徒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？在牧者他尽了他的责任之后，信徒是否也能够这样讲呢？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边所讲的当然是仗就是这样。我们有没有根据牧者的正确教导去面对试探、诱惑、攻击、污蔑这些呢？当跑的路，从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之后，我是不是坚持到长大成人，努力要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呢？该信的道呢，我能够坚守所领受的信仰，对抗那些邪说，还有假预言跟谬论吗？这是我们当基督徒的人，我们在要感谢我们这些已经退休的牧者的时候，他们尽的那些力量，我们的领受是什么？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？所以结论来说呢，在奉献退休奉献传教士奉献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怎样？一方面感谢他们过去的付出，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要用奉献带导，实际上去关心他们的退休制度，但同时也要提醒我们自己：但美好的仗，我有在打吗？刚才所看都是过去式，因为保罗他已经做完了，我们还没有做完，有在打吗？有继续在打吗？当跑的路，我有继续在跑吗？当守的道，我有守住的吗？若是这些答案都是正确的话呢，那牧者就尽到了刚才所讲的装备圣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要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些奉献主日呢，才有真正的意义在。我们一方面谢谢以前的牧者，他们的奉献、他们的付出，对我们有所帮助，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站立得稳，而且知道继续要怎样，继续在努力中间，然后应该有这样子的表现，要有爱心，要能够有对我们的整个大家庭的弟兄姐妹有所帮助。这样的时候呢，这些为了来纪念他们这些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才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有几个问题思考，可以想想看：你曾经在牧者的教导中间得到怎样的装备呢？可以分享啊。你曾经因为牧者的教导改变了或是改善了你的侍奉吗？有分享。你觉得教会需要哪一方面的教导，能够更建立基督的身体呢？请分享。这几个都是在我们在思考这些牧者、退休牧者要帮助他的时候，也有回应，想到我们应该有的部分到底是什么。愿神跟我们的神的赐福呢，跟我们同时存在，让我们的教导能够成为有所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借着保罗写给以弗所书里面才讲到，为了要让教会有合一的时候，主你就赏赐了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侍奉，有先知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导的，这样的努力就让我们每个人都长大成人。我们不会受到这些虚假的这些学说所骗来骗去，而且我们还要把它化成我们应该有的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有付出我们的爱心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，蒙神你的喜悦。我们做不到的部分，求神你怜悯，也求神你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做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再用这首歌成为我们回应的诗歌，要来敬拜神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接近，因着耶稣入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连结，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。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活在苦难中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，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。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活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真正的平安与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慈爱，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继续来敬拜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。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活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。活在喜乐中欢唱，活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。好，连路亚，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要离开之前，我们彼此来祝福，彼此来请安。好，那也注意这个天气寒冷，要保暖，身体要保暖。好，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好平安。